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2，诗篇103篇80安尼讲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享受丰盛慈爱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是有怜悯甲恩典的主。你也是享受阮福气的源头，耶和华，求你应允阮，因为你的慈爱本是好。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活倒转看顾阮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是这么好，你的疼痛是这么大。你下罪恩典是这么深，主啊，阮只有感谢，搁再感谢，懊恼搁较懊恼。求你，互阮逐日浸伫你的慈爱内面，用喜乐甲感谢的心来感受甲经历主你同在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愿主每一天享受丰盛的慈爱，甲你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